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胡适微涨，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28%，深成指涨0.41%，创业板指数涨0.66%。沪深两市成交是1.27万亿，比昨天量还要大一点。终于这个成交量回到了1万到1万5这个区间，短期看似乎又安全了，但是能维持多长时间这不好说。从这个 K 线形态上看，前天一根大阳线，后面跟着两个十字星，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是上涨的家数是3300只，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还是相当友好的啊。毕竟过年了，不能太残忍了。前两天这个小红书概念股暴涨了一波，今天抖音概念股又开始拉升，这个是受什么刺激呢？消息称拜登政府正考虑让 TikTok 在美继续运营，这一下又刺激了抖音概念股。抖音概念股午后受这个消息影响开始拉升，什么环球应物封涨停板，97软件、神广集团、天龙集团等跟涨。另外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受到邀请，将出席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央视援引3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如何让 TikTok 在美国继续运营。一位政府官员透露，官员们正在探索各种方案，让 TikTok 不会在本周日被禁。抖音难民洋务运动热闹了几天，现在似乎有一些调整的迹象。为什么这么说？咱上午那个节目已经说过了，抖音上面很多是假冒老外，实际上他们是搬运。今天下午，抖音副总裁发了一个说明，说已处置万余仿冒外国用户的账号。财联社1月16日电，近日有网友反映，在抖音刷到大量国外IP 属地的用户视频。1月16日，知情人士表示，抖音目前没有放开海外注册。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发布微博称，已处置万余仿冒国外账号。这个典型的属于贼喊捉贼。如果说这些账号是仿冒的，那推送昨天我是明显的感受到，我从来没刷过这种视频，但是疯狂的在给我推送这样的视频。难道抖音的推流机制、推荐机制也被人绑架了吗？被别人操控了吗？所以这就是抖音贼喊捉贼，还是担心小红书抢了它的流量，不想让小红书独占鳌头。当然了，小红书恐怕也有大量的假冒老外的这个账号。我看有传言说，小红书现在已经开始要求海外的这些账号要进行实名认证。如果一旦实名认证，热热闹闹的美国网民的暴动，那就壮烈的提升了，就此打住。中外网民对吧？线上的这种互动到此结束，慢慢的就销声匿迹了。要想互动，只能线下。今天咱们前几天一直说的寒武纪，它的股价崩了，一度被股民称为韩王的寒武纪崩了，今天一度暴跌16.66%，最低报价580元，单日市值蒸发近800亿。随后也有一些人继续进行抄底，将股价拉到630元上方。为什么寒武纪突然崩盘？昨天说了它2024年连续亏损，但是它第4个季度它盈利了，成也业绩，败也业绩。寒武纪业绩落地，部分避险资金、获利资金出逃，市场开始重新审视寒武纪的估值。一个连年亏损公司到底能否匹配3000亿甚至2000亿的市值？一个营收只有10亿的公司能否撑起3000亿的估值？这个不叫市盈率，叫市梦率。这个寒武纪实际上是很多机构基金在里面抱团，这下一旦往下杀，那就大家都是夺路而逃。实际上它是一个抱团的庄股。对此有券商人士关于寒武纪股价回调或者叫暴跌他的一个看法。该券商人士说，寒武纪它的股价下跌跟它的业绩没有关系，因为美国新出台的各种限制。他说现在是2025年，又不是2018年，实际上美国限制越多，中国发展越快。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限制也不是寒武纪股价暴跌的原因。该专家认为，寒武纪股价暴跌是因为格局还是格局，也就是说机构私募股民的格局不够。他说
我在前面业绩预告点评时也是这样写的，这是寒武纪股价的核心因素。从现在开始，寒武纪股价表现已经不取决于自己的基本面，而是竞争格局。这寒武纪它的基本面你不用看，只要中美之间在竞争，那寒武纪的股价就得暴涨。这个逻辑非常感人。蒸馒头争口气，耐心资本、山顶资本、长期投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格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再看一个报道，这是胡适里面典型的一个奇葩上市公司，叫中科云网。我记得它的前身应该是叫湘鄂情吧，是个中餐馆。1月7日，中科云网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中科云网需要向投资者赔付3230万元。2018年，多名投资者指控中科云网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一审判决公司需向投资者赔偿损失3176万元，并承担54万元的诉讼费，合计3230万元。中科云网不服，提起上诉，但终审判决维持了原判。此前，针对该情况，中科云网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因此本次终审判决对公司业绩并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官司赢了，事情就结束了吗？没那么简单。支付投资者赔偿对中科云网现金流将带来极大影响。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科云网货币资金仅651万元，远不够支付投资者赔偿，且此前公司还有大量负债需要偿付。也就是说对股民来说，赢了官司输了钱，这家公司账上就没钱，净资产恐怕是负的。这个中科云网扣非净利润连续11年亏损。什么叫扣非？就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扣非净利润说白了就是你这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如果你这公司是一家餐馆，那你就是餐饮业务的收入。你说你把一块地卖掉了，赚了1个亿，那不算，这叫扣非净利润。你说我餐馆里面有一幅画是780的，现在我把它卖了12个亿，净赚10个亿，那也不行，主营业务收入利润。那么这个中科云网扣非的利润连续11年亏损，这种公司为什么还在资本市场？公开资料显示，中科云网前身为1999年成立的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公司主打高端餐饮，也就是它刚上市的时候，那是2009年吧，主打高端餐饮上市，那个时候还叫湘鄂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7.38亿，规模净利润达到7673万元，成为国内第一家民营上市餐饮企业。在胡适那是独一份第一家民营的餐饮上市企业。从那以后，这个高端餐饮就一直在走下坡路。2013年7月26号，中科云网宣布计划投资2亿收购江苏一个环保公司，转型环保。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财务核算问题，转型环保失败。2014年，中科云网和上海银联体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又开始转型，叫家庭智慧云终端服务市场。你看，一个搞餐饮的，先是搞环保，后来不行，再搞这个智慧终端，后来也准备收购影视公司，最终转型大数据，中间还转型光伏。也就是说，这个叫中科云网的，或者最早叫湘鄂情的这么一个上市公司，它已经转型7、8次了，重新投胎了好几次。不管这中间的曲折，为什么这个公司一定要留在资本市场？恰恰说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一而再再而三，就这么霍霍，最终是靠做假账。这些投资者告到最高人民法院，把官司都打完了，打到了尽头，那也是这家公司赔钱。但是这家公司账上没钱，能容忍这么一个企业在胡适继续活下去？就是大家想一想，胡适还有多少像这样的企业？然后靠这些企业，胡适要走牛，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们再看这个海外机构怎么看胡适。这个瑞银他说，关注2025年 A 股5大关键驱动因素，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兴趣回升。说近日第25届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瑞银全球金融市场中国区主管房东明他说过去1年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中国市场面临挑战，但也展现韧性活力，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转型。政府部门
坚定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开放，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迎来10周年，成全球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主要渠道之一。海外投资者关注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政策落实及经济数据改善，对中国市场兴趣回升。2025年政策持续优化和市场多维度开放将带来新机遇。货币政策时隔14年重回适度宽松，市场期待政策落地。瑞银证券中国策略分析师孟磊表示2025年 A 股市场展望基于5大关键驱动因素：盈利改善、政策宽松、估值修复与资金流入以及结构化改革。 A 股市场有潜力成为居民财富蓄水池。目前房地产市场市值远高于 A 股市场， A 股市场有提升空间。瑞银积极看多沪市，但是报道这个叫券中社说，某国有大行春节前暂停发行所有外币封闭理财产品。最近热度持续升温的外币封闭式理财产品迎来了降温信号。一家国有大行总行最新通知，农历春节前所有外币封闭式理财产品公募私募皆行暂停发行。至于原因，相关人士分析，或许与近日购汇买理财的客户激增有关。很多网友已经总结出规律说，越不让你干的事情越有利可图，越需要你付出的地方，他不仅不限制，还要鼓励你去。比如说鼓励大家去沪市，不仅不劝着、不拦着、不禁止、不阻止，反而引导你有序进入沪市。结果呢，惨遭割韭菜。你换外汇买理财产品不允许了，为什么？大家想一想。所以咱们的会员节目里面一直是有提醒的，每期都说。有很多网友看了节目之后，根据自身情况也去换了外汇，也去买了一些理财产品，或者是存银行、存定期。为什么？有利可图，做什么都要先人一步。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晚了，你看很多银行开始不让你买了。当然这只是某国有大行，其他的银行还是可以换的，根据自身情况。由于很多人换美金买海外的理财产品，有的是买海外的 ETF， 这 ETF 也不让买了，还有人甚至炒美股去了。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的。这个管清友说很多人觉得美股赚钱容易，在 A 股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每天在知识付费，却依然赚钱很难。今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第17届金麒麟企业家论坛上表示他对2025年资本市场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谈到中国 A 股市场有很多独特的特点，涉及到发行制度，涉及到交易制度，基于现状，整个市场实际上逐渐的进入到比较活跃的状态。尽管大家遭遇到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大跌以及开门黑，最近在恢复性上涨，这个情绪其实又回来了。市场有它自身特点。他还谈到市场上很多人在讲这2年买 A 股和买美股不同的感受，买美股觉得赚钱好容易，巴菲特也不过如此。买 A 股会发现我已经做到了足够专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每天在知识付费，除了特别多，无论是宏观策略、利率、看图形、搞技术，对各个产业细分也非常清楚，依然赚钱很难。他表示这是一个基本的特点，但我总觉得可能是2025年会有更多的赚钱效应，我觉得比2024年前3个季度可能会好很多。说实话，美股我也不太了解，也不太关注，大家如果想买美股也要慎重。虽然美股这连续多少年都一直在慢牛，走的基本上都是赚钱，都是在上涨，但是不代表它没有风险。具体的你买哪只股票，说不定你买的股票它就是暴跌，这也保不齐。你买的 ETF， 说不定明年它要回调。也就是说，也做好心理准备，不要以为投资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要以为你只要一买稳定赚钱。无论哪个市场，就说板上钉钉的赚钱，这个恐怕只有存银行。我们再看看这个沪市2024年一共有多少从业人员离开了证券行业，离开沪市。有媒体报道，券商总人数从2024年初的 35.09 万人减少到2024年末也就是目前 33.46 万人，大约1年的时间，券商人数锐减 1.63 万人，万人逃离证券业，果然名不虚传。根据这个证券业协会的数字，人数最多的30名券商总人数从24年初的21万7225人减少到20万7000，大约1年时间减少了9728人，将近1万人。同样
样，在大约1年的时间里，券商一哥中信证券减员1453人，业内第一；国信证券减人1322人，业内第二；广发证券减员1135人，业内第三。减员超过500人的还有兴业证券、国投证券、国泰君安、长江证券。中信建投减员438人，方正证券减员485人，也就是券商基本上都在减员。这也可以看出2024年券商的压力其实很大，要不是最后10月、11月、12月拯救了券商，那整个2024年这个券商这个成绩业绩没法看。原因很简单，就是 IPO 减少了，成交低迷。但是9月底的闪电牛导致成交量是不是暴涨？所以说对券商来说也是个安慰。2024年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中金公司上海的一个女员工因为降薪导致的走上绝路，这些都说明券商日子应该是一年比一年难。我们再看看这胡静老师对美国的抖音难民涌入小红书，他也发表了评论。他说这么多美国用户涌入小红书，大家都挺高兴的，并且愿意促成那些美国人在中国互联网上落户。但老胡也看到一些人阴阳怪气，他们从双方网友的海量交流中挑个别涉嫌擦边的例子，惊呼小红书危易，这样下去快要凉了。老胡看了那些例子，根本算不上严重挑衅，而且他们在海量交流中也不突出，会自然沉下去。但是那些好事之徒却非要把他们单拎出来，扯着嗓子宣扬他们所谓的严重性。而比如说美国人讲了苹果手机在他们那里卖多少钱，美国工地上1小时的工资是多少，都被那些人夸张为有害信息。我觉得那些人就是有古怪的心态作祟，好像生怕小红书接纳美国网友的事情顺利了，不发一些上纲上线的尖叫就很难受。这当中还有人怪声怪气的说要开放就双向开放，也是给当前的事情增添复杂性。胡静说必须指出的是，那些人首先对有效推动对外开放不感兴趣，他们更热衷自我表现、挑毛病、刷自己的存在感以及宣泄情绪。瞧，我比你们更前瞻吧？瞧，我之前说什么来着？老胡想对那些人说，少在这个对外开放不期而至的新颖时刻制造障碍，当搅屎棍。是的，大家没看错，我就是认为那些人是当前情况下的搅屎棍。美国人涌入小红书，这肯定是好事情，同时又是全新的开放场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有过多少新的经历和见识呢？他们有哪一次是我们想过去但过不去的呢？他说几个不咸不淡的帖子在中美民间大交流的滔滔潮水中能算得了什么？如果那些人不是拿着放大镜和探雷器孜孜不倦地搜索出来，又有几个人能看到他们？他们就是吃饱了撑的。希望我们的社会千万不要被带了节奏。总体上胡静老师他主要是批评那些认为美国抖音难民、美国这些网民恐怕在他们跟大国网友友好的交流过程中一下露了富，一下显得美国居然有某些地方还能清场是遥遥领先，这个不利于对吧？咱们维维老师宣传的咱们是清场是遥遥领先，清场是在各个领域那都是遥遥领先的。结果你这么一翻开，很多美国人一说实话，那就容易让很多大国的网友感觉到我们居然还有些地方比不上美国。你比如说每小时的收入，还有你看苹果手机的卖价在美国就很便宜吗？胡静老师主要是对这种进行批评，认为他们没必要这么紧张，鸡蛋里挑骨头。你也不能说胡静老师说错了啊，胡静老师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我要批评胡静老师啊，不能说批评吧，我要指出胡静老师他这回矛头又搞错了。你对准这些人没有意义，你对准这些人才叫上纲上线。阻止中美网友友好交流的不是这些网友，而是另有其人，而是你的审核机制，而是有人睡不着了害怕。这不我刚才说了吗？小红书连夜在研究怎么样加强审核，怎么样让美国人不要来，我们要搞实名认证。这个蜜月期很快就要过去，胡静老师他已经忘了他被禁言3个月，那这个让一个美国人他能理解吗？对吧？美国人说我说了什么你就给我禁言。美国人从 TikTok 逃难，不是美国政府不让 TikTok 就不让用户用，也就是说你已经下载了 TikTok 了，你可以用，但是他不让新用户下载。所以人家美国的那些网友 UP 主，人家是有一
部分是主动逃离，变被动为主动，跑到小红书，跑到抖音上，害怕他们的不是网友，也不是个别的鸡蛋挑骨头的那些，害怕他们的另有其人。所以胡锡进老师他是纸糊的墙，他是拿刀捅，对真正的墙还是绕着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